大家好，我係你今日嘅拉筋導師 Queenie。咁咧，我哋今日做拉筋之前咧，我想首先問下大家有冇同學唔舒服啊？另外有冇職業治療師或者物理治療師同你講過你身體有一啲部分係唔適合做啲運動嘅？好，都冇。第三咧就如果一陣做緊嘅時候咧，我可能會行埋你身邊幫你矯正一啲動作嘅。咁如果你係唔喜歡有身體接觸嘅，你可以講一聲俾我聽下。好啦，咁我哋做之前咧，就有啲熱身運動先。咁啊，首先我哋嘅手腕定下啦，然後我哋咧就將我哋嘅手掌合十，轉下，跟住將個腰擺動。好，咁我哋咧就首先做第一個動作腰方肌啦。咁我會揾一張凳嚟幫手嘅。咁因為呢個腰方肌動作咧係適合老人家做，同埋咧空間可能少啲嘅地方嘅。好，咁首先咧，我哋將腰方肌就係我哋嘅後邊呢度盆骨上邊有左同右嘅。咁我哋咧首先做有其中一部分。首先我哋將右腳擺過嚟，然後右手擺去凳柄後邊，左手扶住，跟住吸氣，然後伸直我哋嘅身，將自己好似扭毛巾咁樣扭過去12至15秒，5、6、7、8、9、10、11、12。好，跟住左手扶住，左腳踏去右腳度，右手幫手吸氣，一齊好似扭毛巾咁扭過嚟，12至15秒，7、8、9、10、11、12。好啦，跟住第二個動作叫做豎擊肌群。咁豎擊肌群咧，我需要咧係一個貓式嘅動作嘅。咁點解咧？就係由我哋嘅呢度頸椎去到骨下邊。好啦，首先我哋咧係需要將一身腰背嘅貓式動作。我哋將我哋手擺落去近膊頭嘅下邊，隻腳打開，然後咧呢度你見到係一個正方形嘅位置。好啦，咁我哋咧由後邊開始移動，吸氣12秒，8、9、10、11、12。好啦，另外吸氣嘅時候咧就係收縮我哋嘅頸咧，收下巴，然後好似有個波擺咗呢度頂住個肚臍，縮氣，再嚟，呼氣，收下巴，收下巴，肚臍向上推，再嚟多次，再嚟多次，收縮個肚臍，下巴。好，我哋開始第三個動作啦喎。第三個動作就係中三角肌。中三角肌咧就係用我哋嘅雙手，然後咧擺過嚟膊頭，右手呢邊，跟住我哋嘅左手咧幫手托住，
好啦，其實咧，我最仲要留意就係個膊頭啦。有時咧佢會翹起咗嘅，我哋要幫佢撳翻低12至15秒，7、8、9、10、11、12，放鬆。另外一隻手啦，12至15秒。6、7、8、9、10、11、12。第4個動作啦，腕伸肌。腕伸肌就係喺我哋嘅呢一度，呢一節嘅上邊。好啦，咁我哋拉嘅時候咧，就要其實咧呢度就係佢嘅拉扯緊啦，所以我哋需要將首先右手咁樣12至15秒，8、9、10、11、12。另外一隻啦，咁我哋咧就伸長隻手啦，拱落去。8、9、10、11、12。第5個動作啦，頸椎後肌群。好，頸椎後肌群咧，我哋需要做一啲修正先嘅，同埋一個伸。咁我哋咧將頸嘅位置鬆一鬆，大約5下。然後我哋做一個修正，就係一個7字，擺喺我哋嘅下巴前邊。然後咧下巴就收縮。咁我哋咧就將呢個動作，然後咧將我哋嘅雙手按去頭上邊。好，咁我哋咧就首先將衫4次短1次長，01、02，慢慢落高頭呢度，或者扶一扶住啊，我哋再嚟過。呼氣，1、2，吸氣，呼氣，01、02，又係扶住個下巴啦。最後一次，01、02，吸氣上嚟。好，最後一次啦，我哋係要長嘅，所以我哋將呢個動作繼續撳住下巴，然後數12下，1、2、3、4、5、6、7、8、9、10、11、12。我哋又做個孤單啦，練翻條頸。5個動作就已經做完啦。咁咧，我哋都要做一個孤單先喎。你可以將雙手拉一拉。12、8、9、10、11、12。好，今日嘅5個動作咧就已經做完㗎啦。大家記住返屋企飲多啲水啊！好，再見。